OK， 各位朋友仔，嗱，睇下我身後呢個園林小區，唔知你哋中唔中意咧？咁我今日咧就嚟到我身後呢個樓盤上城南岸。咁而家咧其實搞緊活動，首期只需要3萬蚊啦就可以上車。咁月供都係3000零蚊一個月就 OK 啦，並且都係精裝修，然後咁交付，所以咧係冇任何一個風險嘅。咁佢樓下咧都會有呢個香港直通巴，所以你喺屋企直接落樓坐車，可以直接翻到呢個香港啦、荃灣啦、太子啦、旺角呢啲地方嘅。咁呢度單位仲送你全屋嘅家私電器咧，以及產權車位。咁佢周邊咧一共會有3大商圈嘅，分別為一加一商圈啦、保利商圈啦、萬文匯商圈嘅，真正可以實現到行街行到你腳仔軟。嗱，廢話唔多講，一齊上去睇下先。OK， 咁上到嚟啦，嗱呢套單位咧係101方，竟然可以做到4間房，呢個開發商真係要讚佢。咁一入門口咧就係呢個實木門啦，以及呢個智能密碼鎖都係呢個交付標準嘅，咁以及呢個智能家居咧都係做好晒噶啦。咁一入門口呢邊咧會做翻第一間房嘅，整體嘅空間你睇下啲採光都係一流嘅。嗱，同大家講下呢個戶型先，咁呢個戶型咧就南北對流雙露台嘅設計，呢啲咧雖然係傳統戶型，但係咧住起身係特別舒服嘅。無論佢採光通風效果真係非常之一流。響廣東呢啲地方一定要買呢啲戶型，因為一拉開個窗就唔會擔心會潮濕位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呢個咧就客廳嘅位置，整體個開間亦都係非常之闊落，呢度放個75寸嘅電視先 OK 啊，唔係嘥晒咁闊落嘅空間。咁廳出露台咧就係呢個位置啦，整體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，望翻出去咧會望翻呢個圍合式嘅園林啦。喂，咁樣嘅園林景觀，唔知你哋中唔中意咧？然後旁邊呢度咧就食飯嘅地方啦，放一張圓台長台都完全冇問題，可以容納6到10個人都完全 OK 喎。咁入翻嚟咧就係呢個廚房位置咧，設計成 U 型嘅廚房，並且3件套都係做好晒，並且都係交付標準，以及呢啲櫃位全部都係做好晒噶啦。嗱，同大家講下，呢個單位咧係精裝修，然後咁樣交付嘅，然後驗證，所以咧係冇任何一個風險嘅。咁再入翻呢一邊嘅休息區睇下先。咁我右手邊呢度咧就係呢個3段式嘅洗手間，整體空間亦都係非常之大。旁邊嗱呢間屬於細房，細房都做到3邊落座。你睇下呢啲空間夠唔夠你用先？你留翻俾細蚊仔住 OK 啊，冇問題，係咪先？咁再睇翻出嚟呢一間房咧就係屬於一個最細嘅房型，咁呢個咧採光空間感覺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再入翻嚟主人套房嘅位置，呢個主人套房夠晒大，夠晒光猛，空間非常之足，2米嘅大床，2個床頭櫃，呢邊仲做埋梳妝台先，以及仲帶埋呢個套廁俾到你嘅。嗱，各位朋友仔咧，如果你話對呢套單位